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3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103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209天。俄乌双方在战场上打的也是难分难解啊。根据俄罗斯方面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在托列茨克俄罗斯占领军的防线上打开了深深的缺口，并重新进入了该市的大部分地区，他们已经进入了市中心的废墟。这个所谓的托列茨克实际上就是在红军村的那个附近乌军的反攻取得了效果。这个托列茨克很快就被乌军给它切断。一个小小的红军村是战略要地，这个毋庸置疑但是俄军打了1年多都没能拿下。关键是乌军居然在防守红军村的同时还能分兵越境进入库尔斯克。从这个态势看，说明俄乌两国军事实力相当接近，至少说明俄军想把乌军给打败，这个非常难。现在乌军已经在兵分3路有一路有可能要进入布良斯克，现在正在进行试探性进攻我们看一看这个泽连斯基在美国的白宫受到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有副总统万斯以及美国的一些记者这个叫刁难和讽刺还有羞辱，对吧？一见面就拿人家的衣服做文章。这个我在前几天节目说了有记者问这个泽连斯基为什么不穿西装，为什么穿那么旧的棉袄还有那个什么羊毛衫。泽连斯基跟这个特朗普不欢而散之后他不就直接飞到了伦敦。24小时之内泽连斯基经历了冰火2重天，在美国的白宫他见识了什么叫傲慢，什么叫无礼。但是到了英国24小时之内这泽连斯基又感受了什么叫热情似火，什么叫素质，什么叫彬彬有礼。泽连斯基在英国的唐宁街受到了自民众到首相国王热烈欢迎。这个大家可以在网上看到视频泽连斯基的车队到了那个唐宁街的时候路上很多英国观众英国群众在那儿夹道欢迎，报以热烈的掌声这个斯塔默在那个唐宁街迎接泽连斯基的时候他说我只想说我们这里非常非常欢迎你，你得到了全英国人民的全力支持。这个泽连斯基不仅跟斯塔默会晤，还去这个拜见了这个英国的国王，穿的还是见特朗普和万斯的时候那一身衣服。你想人家见的是国王虽然特朗普自称是王，但是你毕竟不是真正的国王，人家那个英国的查理3世吧，人家是真正的国王，非常热情的接待了泽连斯基，人家都没有挑泽连斯基的理，说你为什么穿个便装，为什么不穿西服，为什么不穿礼服，为什么不盛装，因为国王接见你这个英国的财政部首席秘书叫琼斯，当地时间3月1日晚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当天英国财政大臣里夫斯与乌克兰财政部长马尔钦科签署一项向乌提供22.6亿英镑贷款的协议，用于加强乌克兰的国防能力。另据乌方消息，在双方领导人见证下，乌克兰财政部长马尔钦科和英国财政大臣通过线上方式签署了贷款协议。这个英国又援助20多亿英镑，虽然是贷款这一下英国给人感觉也是强硬起来了。这个英国议员表态说，即使全世界不支持乌克兰，我们也要坚持。英国议员克莱弗利在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做出了极具分量的表态，他说即使英国是世界上唯一支持乌克兰的国家，我们也应该继续支持他们，他们站在我们防御的最前线，他们的儿女正在为我们的自由而战斗和牺牲，我们应该感谢他们。这个英国的议员释放这个强烈信号表明英国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态度坚定，对吧？甚至不惜单独行动。这种表态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有媒体说这是英国对乌克兰无条件承诺。当然了，也有人会怀疑英国有没有这个实力独自支撑下去。这个3月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在接受 BBC 采访的时候阐述了实现乌克兰和平的要点。他认为这需要一个具有安全保障的欧洲因素。斯塔默认为美国的支持和欧洲的担保将会拯救乌克兰。英国首相斯塔默指出，乌克兰需要一个强大的、必要时具备作战能力的乌克兰。斯塔
默没有直接回答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接触线在哪里的问题，只是说显然这是一个需要讨论的话题。在这个之前英国首相斯塔默谈到了乌克兰停火计划的制定情况，他强调这些倡议制定是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晤后开始的。此前，英国首相斯塔默要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改善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系。这个斯塔默接受 BBC 采访的时候说这个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英国现在已经开始转向。本来斯塔默他去美国这个华盛顿他是为泽连斯基打前站的。我在以前节目说了，这个马克龙跟斯塔默先后到美国的华盛顿跟特朗普搞这种穿梭外交，实际上是让特朗普对吧消消气，这个满嘴跑火车你也收敛收敛，然后把这个泽连斯基跟他俩人往一起凑合一边要求泽连斯基你要跟美国搞好关系，为泽连斯基到反美实际上在铺平道路在创造机会。大家恐怕不知道吧，这个卢比奥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特朗普并没有安排要见泽连斯基，是泽连斯基借着签这个美乌矿产协议他要见特朗普，要会晤。这就是万斯在跟泽连斯基发生争执的时候说的，说你就是带着人来做宣传，来美国游说的这就是这个事情这个一个矛盾点之一。也就是特朗普这个团队他并没有打算跟泽连斯基直接会面，是泽连斯基在英法帮助之下借着签美乌矿产协议这个事创造了一个机会，要跟特朗普单面签这个协议，然后泽连斯基就要单面跟特朗普掰开了揉碎了，打开天窗说亮话，就是要美国你提供不提供安全保障，你是不是站在乌克兰这一边就这么简单。那斯塔默说这个什么意思呢他说斯塔默现在他们正在制定一个新的和平计划，那这个计划是在泽连斯基离开白宫以后也就是跟特朗普谈崩了以后，这个英国主持把这个法国把波兰这些国家叫到一起，他们要搞一个和平计划出来。某种意义上也就是恐怕英国暂时是代替特朗普先来挑这个头。欧洲群龙无首本来都是为美国的马首是瞻，现在人特朗普撂挑子了，那欧洲是不是得有一个人最起码出来召集会议吧，对吧？会议的召集人你得有一个人，不敢说是欧洲领袖所以恐怕目前来看就是斯塔默。那么这个斯塔默所说的这个和平计划有媒体说首先要达成停火，就是俄乌双方要停火，这第一阶段不要再打，只是说这个停火线在哪儿先不提，领土怎么分怎么归还也不提，第一阶段先停火。第二阶段是互换人质就是战俘双方要交换，全部换完。这个停火需要有安全保障，也就是欧洲要派出联军入驻这个乌克兰，但是住在什么地方暂时未知，去监督这个停火协议双方都要这个遵守停火协议。第三个阶段才是谈这个领土，也就是边界线在什么地方，然后达成和平协议之后再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叫逐步解除。那个大概的意思就是克里米亚是要交给这个欧洲来托管，然后乌东4个州和这个库尔斯克怎么对调，这个是要第三阶段谈判。然后对俄罗斯的这个战争罪就免于追究，然后俄罗斯的赔偿是以这个被美西方冻结的这个3000亿美元以这个为限，拿这个资产来赔偿这是欧洲人搞的一个停火计划，这还是一个大概，是个框架。接下来也可能这个英国会在欧洲内部达成统一，然后再拿着这个去找特朗普，看看特朗普有什么意见。实际上这个计划都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因为双方的差距太大。俄罗斯根本就不想吐出乌东4个州，他不仅不想吐，他还希望他还没有占领的那地方由乌克兰亲手交出来。克里米亚就更别想，库尔斯克那你是恐怖袭击，你赶紧撤出，怎么再不撤就给你包饺子。这俄罗斯人还希望乌克兰是无条件投降，你这欧洲搞的和平计划相当于俄罗斯无条件投降，把克里米亚还吐出来，所以这双方差距太大，纯粹是对牛弹琴还得打，对吧？斯塔默主导的这个所谓的和平计划，无非就是特朗普的和平计划的一个翻版，只不过对乌克兰稍微有利。这个英国人搞的这个和平计划你很难保证乌克兰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倒是这个捷克的总统说得好，帕维尔说现在是时候考虑建立一个由各国组成的广泛联盟，为乌克兰实现公正和平做好准备。按照侵略者的条件，和平被称为投降，只会鼓励所有现在和未来的侵略者。自由世界
必须抵制邪恶。这个帕维尔说啊，也就是捷克的总统呼吁啊，要成立一个联盟，赶紧武装起来吧，对吧？拿这个协议找俄罗斯人谈，这叫与虎谋皮呀。这个波兰的总理啊，图斯克这哥们更有意思啊，好像他是滑雪的时候受伤了吧，坐着轮椅骨折了，好像是。哎，他在去伦敦参加会议啊，就是这个斯塔默召集的这个峰会啊。这个图斯克说啊，他说现在非常滑稽，怎么滑稽呢？说5亿欧洲人要求3亿美国人民保护他们，免遭1.4亿俄罗斯人侵害。你看看这滑稽不滑稽吧？只有4000万的乌克兰人正在抵抗俄罗斯的侵略。你说你这5亿欧洲人在干什么？要3亿美国人保护，免受1.4亿俄罗斯人的侵害。但是人家只有4000万的乌克兰人正在抵御俄罗斯的侵略。欧洲现在啊，虽然这个口号喊得震天响，但是啊，这小算盘那也是打得噼里啪啦响啊。特朗普啊威胁说要从欧洲撤去2万名美军。当然了，这2万名美军都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时候啊，拜登他派到欧洲去了。我记得什么101那个空降师啊都派过去了，驻扎在波兰吧。特朗普现在啊说啊，这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就这个2022年2月24号之后派到欧洲的这些美军全部撤回来。说白了就是特朗普还在威胁恐吓欧洲啊。这个特朗普的威胁管不管用呢？还是管用的啊。你看这个波兰的总统杜达他就说了啊，他说继乌克兰总统有必要坐下来与美国更好的沟通，以达成协议。他说啊，世界上除了美国以外还没有其他的力量能够解决冲突，可以说与美国总统谈判结果陷入一个死胡同。说泽连斯基应该冷静下来，缓和与美国的关系，并找到一个联合解决方案，促进下一次谈判。这个杜达再次强调，美国的能力是无与伦比的，可以就结束乌克兰冲突并实现和平做出努力。杜达说啊，波兰对乌克兰的冲突深表关切，因为这不仅仅关系到乌克兰的未来，也直接影响到波兰的利益。波罗的海3国还有东欧的一些国家，他们实际上跟欧洲，跟那老牌的欧洲啊，它并不是一条心，这就是欧洲复杂的地方。这些国家往往跟美国走得更近，那匈牙利就更不用说了。波兰，事实上啊，他们也认为只有美国才能抵挡得住俄罗斯啊。这些国家在历史，它都受到过这个老牌欧洲这些强国的这个欺骗或者叫出卖。你说波兰人他会信谁呢？对吧？德国跟苏联把波兰给瓜分了，然后那个一战的时候，那个绥靖啊，这张伯伦，那不都是在欧洲到处瞎鸡巴滑吗？伤害的都是欧洲人。所以这些东欧啊，波罗的海这些小国，他是不信欧洲的，他们宁愿相信美国。所以这个特朗普要从欧洲把这2万人撤出来，那就增加了波兰人的担忧。所以他就希望啊，泽连斯基啊，你跟特朗普好好谈一谈。实际上欧洲这些政客啊，对吧，还是没看明白，泽连斯基和川普闹不闹掰，结局都是这样。假设啊，泽连斯基和特朗普把这扩展协议一签，特朗普也不会痛痛快快啊说援助乌克兰，因为他那个协议里面都没有安全保障。我说啊，特朗普这次跟这个泽连斯基闹掰啊，对泽连斯基有好处，这样啊就打破了欧洲很多国家的幻想，让他们认识到现在啊欧洲的安全、欧洲的和平只能靠自己了，不能指望着特朗普了。你看这个英国、法国还在争取这个特朗普的支持，不过特朗普也放话了啊。彭博社报道啊，说特朗普政府私下要求泽连斯基公开道歉，以修复关系。不过泽连斯基啊，他也这个摆出一个姿态，他发文重申乌方已经准备好签署矿产协议，且表示可以理解这个白宫啊正在寻求与俄罗斯的总统普京进行对话。也就是你看泽连斯基现在也冷静下来了，说我这个矿产协议啊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签。第二个呢，你这个特朗普不就说他要居中嘛，对吧？他要找普京谈，这个在过去泽连斯基是理解不了的，也不支持。泽连斯基要求特朗普你赌咒发誓，你得站到我们这个阵营，对吧？你得给我们提供保护，然后我们一起跟普京去谈。特朗普是接受不了的。特朗普我啊，对吧？一手托2家，我不能偏向乌克兰，我也不能偏向俄罗斯。那现在你看啊，泽连斯基发文说他能理解特朗普啊找这个俄方去接触去会谈。当然了，彭博社又报道啊，他说白宫的争吵让克里姆林宫开始怀疑此事有诈。其实普京觉得啊，你这个泽连斯基和特朗普还有万斯，你们是不是剧本演得还挺像，是不是又想骗我上当？这是普京的想法啊。彭博社报道啊，泽连斯基啊这个舌战美国的正副总统，在美国人看来啊，这个 CNN 报道啊说5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总统应对白宫的争端负责，40%
42%的受访者投票认为美国副总统万斯有过错，只有4%的人指责泽连斯基啊。这是美国 CNN 呢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确实啊，这2天也看到视频啊，就是美国很多民众啊，当街抗议这个万斯啊。实际上啊，如果泽连斯基要投降的话，他没必要那么大老远跑到白宫去啊，他直接去莫斯科不就完了，更直接吗？关于泽连斯基啊跟这个万斯和特朗普发生的争执啊，让这个老黄俄啊，这个伪顿涅斯克共和国的这个前国防部长叫斯特列科夫，让他都大吃一惊啊。他评论啊说啊，总体来说，我不同意我们媒体对这次会议及其结果的评价。这俄罗斯的媒体不就是看笑话吗？然后供火浇油，说这个泽连斯基啊，在白宫受到了这个特朗普和万斯的当面训斥啊，就像训小学生一样啊，受到当面羞辱等等。这个斯特列科夫说啊，我不同意啊我们国家媒体对这次会议结果的评价。他说我们的电视上说特朗普和万斯残忍的羞辱了泽连斯基，但我认为啊，泽连斯基在中美洲媒体面前，在全美国面前对特朗普和万斯进行了最残忍的羞辱。因为当特朗普以他异常粗鲁的牛仔方式试图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羞辱泽连斯基时，他却得到了完全相反的结果。泽连斯基不仅放弃了特朗普认为已经掌握的条约，而且他本可以将其作为他的第一个重大外交政策成功呈现给他的选民和全体美国公民。事实上说，特朗普受到了来自一个男人的最直接公开的反抗。在特朗普看来啊，这个人充其量只是一个仆人，更可能是一个白人本地人，也就是说就是美国人在乌克兰的一个白手套啊，没有人关心他的意见，他有义务按照白人大佬的命令尽可能多的以任何他想要的方式鞠躬。你看看这个万斯不就是指责特朗普啊，这个泽连斯基啊不懂感恩，没有感激，没有感谢。这个斯特列科夫说啊，泽连斯基已经证明支持他的欧美精英至少在这个层面上有足够的力量抵抗特朗普。当然说特朗普永远不会原谅泽连斯基，唯一的问题是特朗普他能做什么，但特朗普能做的却很少。你看斯特列科夫啊，他的观点跟咱们是一样的，就是特朗普他能做什么呢？这一次啊公开的这种互怼啊，实际上特朗普丢分，丢人的是特朗普。特朗普啊，他不得不找个台阶下，都以为特朗普手上有什么牌。特朗普说泽连斯基手上没有牌，实际上特朗普自己手上才没有牌。他无非就是威胁欧洲要从欧洲撤军，然后再来威胁乌克兰说我要不给你援助了。而且他还没有公开说啊，他通过媒体放风，实际上就是威胁施压。这个欧盟的外长卡拉斯啊，他说啊，他现在攻击美国啊，他说当年啊，美国让乌克兰放弃核武，今天美国也让乌克兰放弃领土。你看这些欧盟的这些领导人呢，那是叫伶牙俐齿啊，铁嘴干牙。德国的外长呢，贝尔伯克说啊，只有乌克兰自由而强大，欧洲本身团结一致，欧洲大陆才能实现和平。他表示啊，无视现实是无法实现欧洲和平的，只有在一个强大的欧洲建立一个强大和自由的乌克兰，我们才能实现和平，否则普京将继续发动战争，包括对我们发动战争，也就是对德国啊。他说今天我们不知道是否还能依靠我们的美国朋友来保护我们。贝尔伯克认为啊，欧洲人必须动用他们所掌握的一切手段，有能力捍卫自己的安全，并进一步增强自身的威慑能力。我们绝不能低估普京咄咄逼人的帝国主义气焰。如果欧洲软弱无力，他的军队将比我们今天所能想象的更快的进入波罗的海国家或邻国波兰。这也就是波兰为什么紧张的原因，就你们这些人都是嘴炮，现在还在这儿高谈阔论的，所以他不如抱紧美国的大腿更实际。贝尔伯克呼吁德国联邦议院放行对乌克兰的30亿欧元的援助，并增加对乌克兰的支持。我们再看啊，根据彭博社报道啊，土耳其宣布愿意与欧洲国家一道向乌克兰派遣维和部队，以达成和平协议。这个土耳其啊，你看看很积极啊，他也要派部队进入乌克兰来保护乌克兰。这个埃尔多安还建议啊，这个俄乌会谈继续放在土耳其，放在这个伊斯坦布尔。这个俄罗斯的国防部3月1号发布公告说啊，当地时间2月28日凌晨，在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华盛顿期间，乌克兰为切断欧洲国家的天然气供应，使用3架固定翼无人机向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盖科佐尔村的俄罗斯压缩泵站基础设施发动攻击。这座压缩泵站为土耳其西天然气管道提供气源。公告说3架乌克兰无人机被俄罗斯防空部队在压缩泵站的安全距离外击落。你看看这个俄罗斯人还要挑拨这个乌克兰和土耳其的关系，但是有什么用呢？对吧？这个土耳其西他就是再有经济利益，这土耳其人呢恐怕还是以把这个俄罗斯赶出黑海为最高目标也就是说土耳其不可能因为俄罗斯这么一挑拨，他就跟乌克兰过不去。就俄罗斯人呢也不要再白费心思这个伊朗的宗教领袖哈梅内伊这个时候也跳出来了俄新社3月2日报道说，这个就在特朗普和泽连斯基公开发生争吵后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用乌克兰语回顾了他关于美国不可靠的言论。2022年3月1日，哈梅内伊就乌克兰局势等问题发表言论称西方国家的支持是海市蜃楼，并呼吁不要寄希望于美国和欧洲。3年后，他重新提到自己说过的话，就是哈梅内伊3年前就预言了，你乌克兰你不要指望着这个美西方的援助。哈梅内伊在社交平台 X 上用乌克兰语发文称，乌克兰局势的第一个教训可归结为西方大国对其傀儡国家和政府的支持是海市蜃楼，所有政府都必须明白这一点，说那些寄希望于美国和欧洲的政府应该看一看乌克兰的现状。总之特朗普对吧，在白宫搞的这一出让世界看笑话了，就是让伊朗看笑话，甚至让普京都感到怀疑你是不是搞什么剧本呢？根据这个德国之声报道说，挪威首相斯特勒表示挪威政府计划要求议会增加对乌克兰的财政支持。斯特勒表示我今天可以说，我们将在不久的将来向议会提出增加对乌克兰支持的提案。去年底挪威议会同意在2025年向乌克兰提供总计31.2亿美元的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挪威还承诺向乌克兰转让6架 F-16 战斗机。这个挪威也是雷声大雨点小挪威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以后它是大发战争财也就是欧洲从挪威进口更多的天然气和能源，挪威应该多拿点钱出来，对吧？援助乌克兰。我们再看看俄罗斯的这个口炮界一哥和二哥最近这个有什么表态特朗普确实让人看笑话了。这个梅德韦杰夫向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表示自由世界有一位领袖，他就是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这个欧盟的外长卡拉斯说自由世界需要一名新的领导人。言下之意就是你那个特朗普不着调，你当这个自由世界的领导人不够格不够德高望重，满嘴跑火车。这个梅德韦杰夫说你不要慌，自由世界已经有了一位新的领导人。他说他这个回复这个欧盟的外长卡拉斯的话，他说是需要一位这个新的领导人，但是不过已经有了，他的名字就叫弗拉基米尔普京。你说气人吧？普京摇身一变变成自由世界的领袖，那你说这个让我们的胡锡进老师对吧，让这个黄俄情何以堪？他普京怎么摇身一变变成自由世界的这个领袖了？那黄俄胡锡进老师是最讨厌自由世界，跟自由世界是不共戴天呢。难道普京又要弃我们而去吗？要抛弃我们？这整不明白这个俄罗斯人为什么竟要做这种叫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呢？说好了我们一起对抗自由世界，结果你说俄爹他成了自由世界领袖，那我们到底还对抗不对抗自由世界呢？有点整不明白。最后我们再看一看这个俄罗斯口炮界的二哥这个卡德罗夫在干啥？大家看视频这个卡德罗夫在做俯卧撑，这个也是形式主义他这个俯卧撑做的那是比胡锡进老师那差远了，这个相当不标准，但是不要紧，下属该鼓掌还得鼓掌，还得连声叫好。这个卡德罗夫你不要看他憨憨的，好像脑子不太灵光，但是你看他一有时间一有机会，他就要展示他的力量，他就要表演。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很简单一是要展示一下他很有力量，他强壮的体魄能够带领车臣人民对吧，达到他们的这个目标，比如说
独立，哎，这就是一种宣誓啊，对吧？你动不动你游长江，你是干啥？不就是想证明你看我身体好着呢？你们这些反对派就死心吧，不是这个道理吗？哎，卡特罗夫把这学会了，没事就展示一下他的体魄。第二个呢，卡特罗夫也是向俄罗斯人表明，对吧？我现在身体好得很，谁要造谣我这个中毒是吧？什么我要哪一天死了，那肯定是迪波老人下毒的。那么哪一天如果暴亡，那就是普京啊下的毒，对吧？所以他一有时间就展示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我是好着呢，对，不能哪一天他散步死，对不对？或者是游泳死，那都是有人下毒。所以从这个卡特罗夫啊，这个做俯卧撑啊，可以看出他的这个野心啊，雄心勃勃，叫他卡洛山没毛病。他在这积蓄力量，随时准备啊带领车臣人民走上真正的自由。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